长辈得咧运动教练的指导，欢喜得咧运动。为了让社区长辈培养运动习惯，延缓老化，市府向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申请补助，吸收利耀运动公司伫5条港里活动中心开设银发健身俱乐部，并安排利耀运动的教练教导长辈健康运动。若讲白白16岁，那会差遮济，白白银发族那会差遮济，就是讲咱有运动无运动，当然因素遮济啦，饮食嘛有关系。食面嘛有关系，迄个心情嘛有关系，但是另外一个关系就是运动，所以但是运动毋是黑白运动呢，因为运动上过头会伤着，伤了有当时啊无用好就带性命，安尼大家所以呢，你要运动甲咱的迄个足侪好朋友来合作伫中西区银发健身俱乐部内，嘛设置了10项无同的健身器材，针对肌力训练、核心肌群、有氧运动等训练，提供社区长辈以及市民运用。我们这边总共有设置了11台适合我们年长者的运动设备，包括的心肺耐力，包括我们的手臂、下肢，还有我们的大腿，还有我们的腹背部，都是可以让我们长辈来受到很好的肌力训练。那更特别的是，我们这边5条港这个怀旧古色古香的里别，那我们的健身房打造的就是怀旧复古风。同时，为了更加吸引长辈前来运动，俱乐部整体形象也以怀旧复古的风格去设计，就希望会当究竟长辈甲运动之间的距离。你要运动，欢迎台南市的长者逐天来运动，强健身体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